嗰個咧其實係一塊印有經文嘅眼鏡布喎，嗰、個咧係寫住盼望可以除咗盲眼鏡之外，仲可以盲好多嘢。咁樣不如首先講下點解會送眼鏡布先啦。因為咧提摩太後書講到，人若自潔，脱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我哋真係好希望你哋咧，雖然未必繼續喺中大學傳裏面去服侍啦，但係希望你哋畢咗業之後咧，都可以走喺神嘅心意裏面咯，去繼續咧都係作神聖潔嘅器皿咯，去成為一個活祭獻俾神，去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啦。咁另外咧張卡咧咁我哋除咗後面寫一啲對你哋嘅心底話之外咧，咁前面咧我哋係根據我對你嘅認識同埋感覺咧，去做一啲經文啦，有幅圖畫俾你哋嘅，都係咯，希望你哋都能夠將呢一段經文咧都放喺心裏面啦，就係咁樣啦。我哋不如一齊欣賞。咁我哋咧送咗一啲嘅牌啦，咁裏邊咧我哋寫俾佢哋祝福嘅話語，陣間咧可以咧每人同埋啲裏邊咧都想送一個咧燈膽俾你嘅。咁咧，我都仲有一個心靈嘅小禮物啦，咁樣。咁我都想點解你會送呢三份嘅禮物咧？咁當然啦，嗰份牌咧其實裏邊都有對佢哋嘅祝福啦。而咧，我都想邀請你哋咧撳上嗰個叫燈膽喎。當然，你會發現咧，其實燈膽裏邊咧係好特別嘅。你會發現有嗰啲嘢咧，係啦，裏面咧我哋咧放啲鹽喺裏面嘅，咁咧但係咧你哋咧喺裏邊咧，能夠咧繼續咧為神咧作鹽作光喺校園裏邊咧，就發揮你嘅影響力喺團隊裏邊咧發揮你嘅影響力，祝福校園，祝福一班嘅弟兄姊妹啦。而咧有個心形㗎嘛，其實心形裏邊咧，佢咧好多咧係關於神嘅愛啦。今日我哋體會咧，我哋侍奉咧係出於咧神嘅愛激勵啦。今日就係願你哋咧喺來年嘅侍奉嘅時候咧，捉緊神嘅愛，捉緊咧神俾你呢一個嘅熱心，繼續咧喺校園裏邊侍奉主咁樣嘅。手頭上咧有一張嘅宣誓字啦，今晚我都想你哋咧喺神嘅面前咧，向神咧去宣誓咧，承接來年嘅一個福運，咁咧交俾我伍志毅，我羅陳啊，我唐繼興，我溫傑，在上帝命中弟兄姊妹面前立志，未來一年獻上我的時間、才幹、心力。禱告，擺上生命，竭力倍增門徒，以你的心作屬靈領袖，完成在中大的使命。無論任何時間或閒餘也有，我也會尋求神為優先，時刻被聖靈充滿，以心傳道，作一個忠心的管家和領袖。阿門。跟住神。都有少
少嘅分享啦。希伯來書11章39至40節嗰度講到，這些人都是因為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當我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我腦海裡面浮現到係我 Form 7嘅時候，我哋學校會有一個即係最尾一屆嘅運動會俾畢業生啦。咁裏面有個叫16×100嘅接力比賽，所以每班派16個同學出嚟接力比賽啦。即係喺過程裏面其實大家係好珍惜嘅呢個機會咯，因為係我哋最後嘅一次啊。即係喺比賽之前，每一個同學都好盡力啦去練呢個接力比賽啦，而去到跑嘅當日其實個場面係好感動嘅。即係諗下一棒跑完又一棒其實跑完嗰個同學已經好攰，但係佢唔係翻去場邊自己休息咯，而係佢喺側邊繼續為佢嘅同學去打氣咯。最尾贏咗嗰一班係全班30幾人一齊出嚟去領獎。點解我會真係諗起呢一段經文同埋呢一個畫面就係其實嚟到今年已經係中大學傳第40年啦。我哋之前已經有好多人都跑過呢一棒咯。唔係我哋單靠最尾嗰人跑得有幾快我哋可以贏到個比賽，而係我哋每一個人跑自己嗰棒都好重要，我哋都會好忠心咁樣去跑落去咯。而且跑完嘅佢唔係就咁唔理就算，你見到好多人仲繼續會翻到好多弟兄姊妹依然會翻到嚟學團去幫手啦，可能喺金錢上面去支持我哋啦，用禱告擺上去支持成個中大嘅 movement 咯。我哋可能嚟自唔同嘅教會咯，但係我哋係源於一個身體。我哋係好多唔同嘅性格，好多唔同嘅性情，但係我哋領受同一個聖靈。我哋雖然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同埋才能，我哋喺唔同嘅department，但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同一個目標，就係願神嘅國臨到中大咯，願佢嘅名喺中大去被高舉。希伯來書11章39至40節講到，這些人都是因為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讓我哋係一同心去憑住信心去跑我哋嚟緊呢一棒咯，並且忠心去為神跑呢一棒咯。一齊過啦！你可唔可以幫我睇出嚟我嚟咯。1、2、10有喎。嗰個唔得，我有咁可以嘅。我哋要一直着生意咯。嚟多次。1、2、10有過。虧嘅。